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35集。我是小张。今年7月底的时阵，小张去参加一个会议。伫这个会议内底，小张去熟在一位屏东来的士大。这位士大甲小张教这句话：裤底仔地尖，咱嘛会使讲落地仔地尖。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咱今日就要来讲清楚、说分明。一开始，小张要先来讲一件代志。伫台语有感而发第6集内底，小张有介绍白贼这两字，但是这两字不是小张先发现的，有一个人比小张更较早发现。什么人？这个人就是课文老师。伫用台语学汉字第22集内底，咱课文老师就已经捌讲过白贼这两字。小张捌看过，但是煞扣袂记哩。课文老师虽然无甲小张计较，但是小张袂使激点点，读册人的态度一定要有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爱甲大家讲好清楚，先煞甲课文老师回一个失礼。好，这件代志就先讲到这。咱即马正式来讨论这句话：裤底仔地尖，咱嘛会使讲落地仔地尖。这句话内底，敢也阁有搭一字需要检讨的？可能有哦。咱来看这个字伫文献内底安怎写。伫公文内底用字林切读作尖，伫集文甲正文内底用字深切，嘛是读作尖，斟酌的斟。说文词字内底写属尖字，所以红呀。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讲这个字就是咱民间在写的俗字，正字就应该爱写作这字。这字安怎读法？咱来看文献安怎写。这个字嘛会使读作斟，斟酌的斟，但是伫公文甲集文内底有记录另外一种的读音，用忌、严、切读作减。年久月深了后，做怎走音去，读作变尖。小张，你讲这个字就是尖的本字，但是你敢有啥物证据？有啊，咱来看日本人安怎写。尖句就是针灸啦，人都是用这个字啊。那安尼，咱敢有需要改？无啦，免改啦。只不过咱需要一个基本常识，知影哪一字是正字就好，免改。咱即马翻头来讲主题，落地仔地尖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咱先来看这幅图，落地仔边啊是啥物所在？尖生做安尼啦，是毋是真惊会去插到 LP？这字插到底安怎写？惊去插到 LP， 这字插。有人讲都爱写这字啦，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。军杀大夫曰刺，刺伫上也，将刀将刺，刺一声。这个字到底安怎读？咱即马来看台湾闽南语用字汇编这本字典安怎写。这个字确实读作刺，咱在讨论的这字刺写伫边啊，所以就会使证明两字拢是读作刺。那安尼讲起来，这字插毋就另有其字？当然啦，咱即马先按下不表来讲，搁较要紧的。有啥物代志搁较要紧？咱继续甲看落。咱拄则有讲到落地仔，伫即个落地仔边啊，差不多2-3公分的所在，就是一个上重要的物件，叫做 LP。即个 LP 安怎写？小张建议会使写作安尼。写这两字到底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咱先来讲第一字。第一字的读音，以小张的腔口来读，都是读作乱，也是读作乱。年久月深了后，就读作烂，读作烂趴。第二个字，可能大家较有意见。这个字伫集文内底写通趴，另外一字趴，两字拢是读作趴。咱即马先来讨论这个字。这个字伫文献内底拢是碰讲的意思，伫汉典内底有另外一个解说。只要是小可碰举起来，搁软软的所在，就会使叫做拍。所以烂拍就写这两字。要写作安尼，我嘛无意见，拢会使。重点就是写出来的字，爱互人知影有诚实的能力。咱即马翻头来讲，拄则也未讲完的字，落地仔地尖，这个尖都有可能会去插到 LP， 嘛有可能会去拄到 LP， 搁有可能会去动到 LP。顶面写的这几字的声调，拢是变调了后的声调。伫这个所在，
咱用红字来注明分调，变调的规则就写伫遮，各位会使参考看卖咧。其中即字度甲动较复杂，原本的声调有可能是第一调，嘛有可能是第五调。咱即马先来讨论即字擦应该安怎写。小张建议就爱写即字，说文解字内底讲擦刺啊，即个字到底是毋是读作擦？咱来看字典安怎写。即个字确实就是读作擦，第八调的擦。除了即字擦以外，有另外一个字的意思，嘛是刺啊。即个字伫公文甲集文内底用剔、角、切音读作读，甲擦的音嘛真相像。伫即个所在，小张提出来互大家做参考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即字度。小张建议会使写即个字，咱来看韵册安怎写。伫集韵、类篇甲韵会内底用字、有、切音就读作字，这是韵册音。白话音会使读作度，会使读作度，嘛会使读作度。第二调、第三调甲第七调拢会使。即个字有写甲真清楚，甲将手的即字度相通，意思嘛是刺啊。所以即字度要写将木，要写将手的拢会使。另外，即两字阁有一个白话音会使读作土，土怪啊，都是用即字土。咱拄则捌讲过，即字度的分调有可能是第一调，嘛有可能是第五调。但是咱即马找无第一调，嘛找无第五调，真有可能即个字毋是正字。咱继续甲看落。过来，咱来讲即字动。小张建议会使写即个字，咱来看文献安怎写。伫动韵、韵会甲正韵内底用度、红、切，会使读作第五调的动。伫集韵内底用度、动、切，会使读作动，第一调的动，意思同款是刺啊。除了用木甲人动，咱嘛会使用刀啊甲人动。伫公文内底有注明，即个字嘛是刺啊，即两字佫相通，所以若用刀啊甲人动，写即两字拢会使。另外，即个字咱较毋捌看的，嘛会使读作动，意思同款是刺啊，互各位做参考。讲完遮济字，咱即马翻头转来讲主题。落地啊地尖，要讲的就是杜兰。杜兰的杜用即两字敢妥当，无妥当啊。咱拄则捌讲过，声调不对嘛。但是咱毋免烦恼，杜兰即两字早就已经写伫上古文献内底啊。敢有影？有影无影？看落就知。咱即马来看上古文献安怎写。杜兰的兰就爱写即个字。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。地兰呀，中言兰声。即字兰是啥物意思？伫玉片内底写乌言相加必呀，伫字内底写乌言相加呀，伫公文内底写一言呀。简单讲，就是互相之间讲一寡懒懒散散的歹听话，要甲对方伤害。是安怎要讲一寡懒懒散散的歹听话？真简单啊，因为心内袂爽啊。说文解字内底阁有另外一个版本，地就用中言的地。即两字地意思敢有共款？无共款哦。咱先来看中心的即字地，玉片内底写文也，这都毋免解说啊。咱阁继续来讨论即字中言的地。说文解字内底写禾也，一月禾也。咱先来讨论中草的即字禾，伫公文内底写正还也、挪也。中言的即字禾是啥物意思？伫公文内底写直也、挪也。即两字地拢有共款的切音，伫动韵内底用多类切，伫集韵内底用丁记切，嘛会使讲用丁记切。伫小张的台语黑白讲第31集内底，小张第一摆讲到伊、有、A 互相转运的即个三角形。伫即集内底，小张就有讨论到即个字用多类切音读作底，转运了后就爱读作拄。第二调的拄，第二调变调的时阵，就爱变第一调。第一调对应的就是西的声调，所以拄变调了后，就爱读作拄。国语的地藏，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，就爱讲拄笑。
因为这字拄就是两两相当的意思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要来做一个补充。逐摆若选举到的时阵，咱就拢会听到一个常用词，叫做三脚拄。小张认为，三脚拄的拄就爱写这字。安怎讲？因为这三脚内底，凊彩经两脚拢是两两相当，这才是三脚拄正讲的意思。咱即马来讲共声符的这两字底，伫中文内底用多类切，音就读作底，嘛会使读作底。照道理来讲，嘛会使读作拄，啊，敢真正会使读作拄？真的啊，伫字典内底就是安尼写。这两字有另外一种的读音，伫集文内底用定价切，音就读作地，嘛会使讲用定记切，读作地。照道理来讲，嘛会使读作拄。拄难呀，啊，这是说文解字内底写的，拄难就是安尼来的。落地啊地尖讲的就是拄难，拄有两个字会使写，若是写中心的这字，拄难就是文呀，又以乌言相加呀；若是写中言的这字，拄难就是直呀、挪呀，又以乌言相加呀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要过来做一个补充，中言的这字拄，说文解字内底写和呀，一月和呀；中言的这字和。意思就是直呀、挪呀，但是伫说文解字内底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大言字挪呀，又以乌言相加呀。这若毋是拄难，什么才是拄难？咱来讲结论：靠地啊地尖，咱嘛会使讲落地啊地尖。这句话是一句俗语，主要就是要讲拄难。拄难伫说文解字内底早就已经写遍啦。拄有两个字会使写。在你要写哪一字，拢会使。好，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